啦，喺兩位高手之前嘅時候咧，咁啊小弟嘅 H&T 嘅生意咧，就長期都係喺20% 樓下嘅。咁變咗咧，我都好奇今次公司咧邀請我作為一個分享嘅嘉賓啦咁樣。咁但係當然啦，我相信我同大家都一樣嚇，我哋唔係唔想做多啲 H&T，唔係唔想做多啲危疾，不過冇辦法，有時咧你知咧，客戶年紀大，佢哋身體咧就唔係好爭氣，想買咧就買唔到。咁變咗我哋而家咧喺個市場裏邊咧遇到最大嘅挑戰會係咩咧咁樣？咁市場裏邊咧其實得兩類客嘅啫，一批咧就係過到嗰個入場門檻，即係買到危疾嘅客。但係呢一批客咧就全行幾萬個 agent 同佢一齊爭 ，OK？ 好啦，有一啲咧過唔到門檻嗰批客咧就點買都買唔到 ，OK？ 好，咁我覺得咧今次公司咧出咗 IS 呢一個版本咧，俾咗一個突破俾大家。好啦，我將我嘅諗法同大家分享一下 ，OK？ 嗱，大家明白啦嚇，即係我哋最想要嘅係咩客咧？即係如果我真係成功會買到一個收入保障，咁我哋個定位定得好好喎，收入保障。咁意思即係咩咧？意思即係佢首先收入要高先啦，因為如果收入低就買保障都無謂啦，係咪？第二就係佢肯俾得到錢啊嘛 ，OK？ 咁如果呢兩種客其實係即係歸納咗，其實4個字就係事業有成。好啦，咁大家諗下咯喎，喺香港做到事業有成呢一個條件啊，本身嚟講咧就有兩個或者3樣嘢咧都係附帶嘅。第一，如果你事業有成嘅時候咧，我相信你嘅工作咧個壓力一定有翻咁上下大啦。工作壓力大嘅時候，自然就容易有情緒嘅情況啦，係嘛？第二，你工作一定忙，咁你工作忙嘅時候咧就少做運動，少做運動嘅時候咧三高啊、指數啊一定唔會靚仔㗎啦。咁第三，如果即係大家生活咧唔係太過檢點啦，又煙又酒嘅時候咧，咁以上3飯是但中1飯你都驚啦，中2飯嘅時候咧，喺現時我哋嘅標準之下，我相信你都幾難入到場。咁但係咧，而家個市場嘅狀況係咩咧？就係呢班最有條件、最願意買、最俾得起錢嘅人買唔到。IS 係一個缺口嘅突破，因為喺而家個市場裏邊咧，我哋 IS 咧就住以上嗰3個範疇咧係唔需要申報嘅。哇，咁就發達啦！因為調翻轉頭，最有條件、最願意買，不過而家買唔到嘅客，突然之間喺呢段時間裏邊咧，成為咗我哋嘅潛在客。咁所以咧，呢一個咧，絕對係一個對於大家去銷售危疾產品嚟講咧，一個藍海市場。咁當然啦，唯一一個隱憂會係啲乜嘢嘢咧？就係我哋呢一段時間呢個獨家，即係接近獨家無人之境嘅銷售時間咧，我哋唔知道究竟我哋嘅競爭對手會幾時 react 嘅。咁如果大家諗住將呢啲咁樣嘅生意留到 FAE 嘅時候咧，咁我好相信咧，即係到時嘅時候咧，又多咗人去同你一齊爭啦。咁所以咧，我相信大家咧就好好咁樣去把握呢個咁樣嘅時機啦，將個銷售咧推向高峰。係啦。